啊、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神爱世人上帝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牺牲的道路，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可以重新和上帝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爱，也是让我们生命真正有盼望、有力量的我相信今天可能有几位朋友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相信上帝也透过我们今天的聚会、今天的信息，在对你说话。想想看，你生命从哪里来，有一天要到哪里去？你生命真正有意义、真正有价值的是什么？愿我们可以用我们有限的一生来追随，来紧紧跟随那位无限的上帝，让他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与力量。这时候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9章的1到7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的 PPT 有吗？好，我们一起用华语现代中文译本，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在路上看见一个生下来就失明的人，他的门徒问他：老师，这个人生来就失明，是谁的罪造成的？是他自己的罪，或是他父母的罪呢？耶稣回答：他失明跟他自己或他父母的罪都没有关系，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上帝的作为。趁着白天，我们必须做差我来那位的工作，黑夜一到，就没有人能工作。我在世上的时候，我就是世上的光。说了这话，耶稣吐口水在地上，用口水和着泥上，并对他说：你到西罗亚池子去洗吧。西罗亚的意思是奉差遣，他就去洗，回来的时候能看见了。下一段在16章的33节，我们一起来念。我把这件事告诉你们，是要使你们因跟我连结而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要勇敢，我已经胜过了世界。这是耶稣对每一位愿意跟随他的人这一段我们第2段经文所做的一个应许。耶稣他已经胜过了这世界一切的苦难、一切的挑战。耶稣已经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说一切的困难他都能够胜过，只要我们愿意与他有一个好的连结，我们就要得到这个真正的平安。好，那么回到上一段的经文那一段经文我们应该都算蛮熟悉的这段经文其实就是西罗亚这个名字的由来。我们这个团队为什么取名叫做西罗亚，就是希望被上帝差派出去，到每一个需要福音信息的地方，透过诗歌见证、生命的见证，把福音的信息带到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这一段经文里面，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耶稣他对我们人生命里面的各样的苦难所遇到这些困难挑战，耶稣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看法。经文说，耶稣他遇到一位生来就失明的人他的学生马上来问他一个问题，问什么？说老师，这个人出生就失明，那一定是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吧？不然就是他爸爸妈妈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吧？从学生的提问，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当时犹太人对生命的苦难、生命的困难的想法是什么？你遇到不好的事情，一定就是犯了罪，做了不好的事情如果不是你自己做，就是你的爸爸妈妈、你的上一代的人做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样的想法和台湾人或我们一边民间信仰的想法其实是很一样
找不到原因的，我们就推给上一代啊，然后我们就觉得反正只要困难都是负面的，都是完全是不好的事情。很特别的，耶稣对学生的回答是什么？我们看一下第3节哈。他说没有关系，和他自己的罪没有关系，和他父母的罪也没有关系，乃是要在他身上彰显出上帝的作为。耶稣为我们生命中遇到的苦难赋予一个很特别不一样的意义。生命中的苦难挑战对基督徒来说不是完全负面的，生命中的困难挑战，我们若愿意把它交给上帝，我们若愿意遇到那一位生命的主耶稣，那我们生命中的苦难其实是可以有正面意义的。什么正面意义呢？就是要彰显上帝的作为。接下来耶稣就医治了这位从小就失明的人，彰显出上帝的能力来。我想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一定有各样的不完全，各样的软弱。有时候我们会为了我们这些不完全，为了我们过去好像犯下的这些错误，我们很懊恼、很懊悔。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若愿意把这一切摆上在他面前，让他来改变我们，让他来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过去这一切看起来好像是苦难，好像是负面，好像是没有正面意义的这些事情，其实都要被转化成为一个生命的见证。希腊合唱团的团员都是视障朋友。我一开始有讲，视障朋友他们的生活其实有非常多的限制，非常多的不方便。但是当他们愿意用信心来倚靠这位上帝，用信心来信靠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得到力量，可以超越生命中的这些限制。你或许会想说很多事情我好像没有办法有时候刚夏牧师说我们在庆祝我们教会50周年的时候要做硬体，我有听到硬体和什么，硬体要很多的改变，软体也要进步软体就是指我们每位基督徒的生命牧师一定会邀请你们多多参与各样的服事我们的回答通常呢我自己的经验牧师这个我不会呢，这个我都不太会我都没有经验你如果这么回答，你当然就永远不会了但是你如果愿意说好，牧师我虽然不会，但是既然是牧师的邀请，我愿意跨出这一步，我愿意来试看看，那你就有机会透过你的学习，透过你的服事，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与帮助。不要被我们生命中过去这些经验，特别是负面的经验所限制。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要成为什么的人？新造的人，就是我的名字，新造的人。对，新造的人的意思就是说，新的、全新的，不再被过去的经验，不再被过去这些负面的事情所限制的。我们生命是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们生命是可以得到一个真正平安的生命。真正的平安不是一帆风顺，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遇到。真正的平安是在我们的困难里面，在我们的挑战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位永远不离开我们的上帝，永远陪伴我们走人生道路的上帝。愿这位耶稣也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生命中的主，在我们生命的每个历程里面，都经历到上帝同在的恩典与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爱我们上帝，谢谢你再次透过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提醒与帮助。我们生命的过去或许有很多事情已经没有办法改变，有很多事情造成我们的限制，造成我们的困扰。主，但是我们确信在你里面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愿意把这一切都交在你手中，我们也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你手里，求主你来使用我们。虽然我们很多的软弱不完全，但是我们确信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你就要使用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与帮助。再一次把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把我们的教会交在你手里，求主你来大大使用我们，来翻转这个世代，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与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感谢主，谢谢杨牧师的勉励。弟兄姐妹，我们再次热烈掌声，谢谢。